等分社成立咗，並且設有有中國版同埋有國際嘅英語版嘅。我簡單介紹下，其實佢哋喺2004年成立，係用一個商業嘅登記成立。到咗2005年之後，佢哋用基督新報嘅名義喺網上發布一啲有關基督教嘅消息，並且發布過多宗嘅消息，包括咗有呢個嘅，譬如話有閱讀嘉年華啦、第77屆嘅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第7屆嘅華福會、第78屆嘅研經大會。另外佢哋喺06年嘅時候，相繼喺世界各地都設有呢個分社同埋辦公室。到咗07年嘅時候佢哋易名成為基督日報，並且獲得咗第80屆嘅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嘅指定傳播機構，亦都獲取到呢個香港國福林佈道大會同意去製作一個宣傳嘅特刊。好啦，我就想提一提，其實近期都有一啲崛起咗相關嘅基督教網站。福音時代係專係報導一啲國內兩會登記咗教會活動同埋國家對基督教嘅事情嘅消息，但係呢個嘅網站並非由兩會或者國家所控制嘅。另一個網站係基督時代。而呢個網站報導嘅方向係專門報導一啲非兩會所註冊嘅基督教教會嘅活動，內容每日都更新，瀏覽量非常高。另一個網站，美國嘅 CrossMap 所成立嘅香港 CrossMap 網站，成為咗香港基督教嘅一個入門網站。喺香港大部分教會認識嘅層面比較多係喺嗰個網站可以下載一啲喺 PowerPoint 使用嘅圖庫嘅。另外一個網站想介紹俾大家係由美國一個叫 Jubilee Mission 所成立嘅香港版網站。喺2006年呢一個嘅網站，香港嘅代表人曾經聯絡過香港大部分音樂事工嘅機構，建議提供一啲支援俾佢哋，去幫助佢哋做一啲嘅音樂事工發展，或者一啲資金嘅資助。到咗07年嘅時候，亦都邀請個別嘅音樂事工嘅同工去韓國，希望能夠解釋佢哋嘅 mission 嘅詳情俾大家聽。而另一個嘅網站Beef Class 就係亦都係由一個 Jubilee Mission 所成立嘅。喺06年嘅時候Jubilee Mission 嘅網站上高亦都提到佢哋將會同基督新報聯合去發放最新基督教文化嘅消息。但係呢一個網站暫時就已經停咗落嚟，喺最近嘅日子。好啦，咁我想交代一下其實喺坊間睇到好多嘅消息，近呢半年。咁大致上呢啲消息，我作一個簡短嘅陳述，以便大家可能有遺漏嘅話你可以簡單都認識一下。喺自2007年嘅11月8號起，《基督日報》向全港發表咗一封嘅奉獻支持信，要求去教會支持奉獻製作呢一本香港國福林佈道大會宣傳特刊。同月14日，國福林佈道大會佢哋發現呢個嘅製作裏面或者呢一個嘅過程當中發生咗啲問題，就停止咗同基督日報嘅合作，並且響其後嘅時間改變咗要求，就將全個嘅新聞稿購入版權嘅方式處理。到咗11月嘅16日，胡志偉牧師佢發表咗一篇文章《基督日報帶來嘅困惑》，同時於時代論壇嗰度發表。到咗11月嘅20日，胡志偉牧師舉辦一個活動，名為《基督教日報困惑與澄清》嘅交流會。到咗
唔好意思。到咗11月20日嘅時候，基督日報佢喺網站發布就會本報咧係取消接受呢一次嘅澄清會嘅邀請嘅。11月21日，胡志偉牧師咧就發表咗佢需要延遲舉行呢一個嘅基督日報困惑澄清交流會。到咗22日，胡志偉牧師再一次發表文章跟進事件。我諗我未必可以，因為時間比較緊迫，我未必可能逐隻字會發布或講晒俾大家聽。我哋將會有一啲嘅資料會喺網上高補充。11月25號，有一位一直關注基督日報佢嘅牧者喺日本嘅救世軍少佐山谷真少佐，正式成立咗一個嘅大衛教派守望者中文翻譯嘅網站。到咗11月29日，胡志偉牧師再一次咧發表文章去跟進有關嘅事情。12月12日嘅時候，喺香港經濟日報嘅 A22版全版去報導咗有關基督日報相關嘅事情。標題就係話郭福林報導大會嘅特刊緊急改版，揭編者基督日報單慕娟涉嫌韓異端嘅一篇嘅報導。到咗同日嘅時候呢，基督教日報呢就召開咗一個嘅教牧會議，主要係佢哋嘅顧問，有3位嘅教牧出席。喺會上，佢哋決定去成立一個調查嘅小組。12月14日，胡志偉牧師再一次發表文章關注基督日報事件。同日，基督教機構協會發出咗一個嘅聲明，就基督日報事件響呢件事件要求基督日報咧就住一啲嘅疑問作出澄清嘅。好，到咗1月8號，基督日報嘅事件調查團初步咧，佢哋已經定出咗一啲調查嘅範圍。1月28日，調查團第一次開一個嘅會議，為免呢當中有部分嘅成員呢有利益衝突，佢哋呢係有雙重嘅身份，可能牽涉到就係基督日報嘅顧問。佢哋呢決定需要重組佢哋調查團嘅成員。2月22日，調查團第2次會議，同邀請咗喺美國有關呢個組織基督日報同埋耶穌青年會嘅一個嘅神學院偉人大學校長喺香港會面，了解基督日報同耶穌青年會之間嘅關係。3月1日，基督日報呢係發表咗調查團改組強烈不滿，並且其實佢仲將呢個嘅調查團呢宣布解散嘅。4月1日，響基督時代論壇呢就報導咗一則嘅消息，基督日報顧問發表咗一個嘅辭顧問一職嘅聲明，包括咗張慕海牧師、陳如炳牧師、梁廷益牧師、林以樂牧師、羅石維牧師已辭去基督教日報顧問一職，余漢傑先生已辭去基督教日報董事一職，陳恩明牧師及羅乃萱女士已辭去 CrossMap 顧問一職，羅石維牧師已辭去耶穌青年會顧問一職。日後等不再接受基督日報及 CrossMap 的訪問及查詢，亦不會向基督日報及 CrossMap 發放資料。並且當時佢哋決定咗有一班嘅調查團呢，就決定咗呢個會喺4月10日嘅時候舉行一個嘅調查報告發佈會，邀請多名嘅教牧出席呢個嘅發佈會。4月1日，基督日報同日就發表咗個聲明，佢哋話從4月1日開始解散調查團，並且有人事改動。原先嘅總幹事麥偉成先生將改為由林子玲小姐代佢嘅總幹事。